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韓樂詠。好多人都話玩錶玩到頂峰就一定要玩陀飛輪，但係以前呢，冇返10萬8萬都唔使諗。但今日我話俾你聽，1萬零蚊就可以買到隻真正自產機芯，真係同族嘅陀飛輪。呢個價位真係冇得輸。瑞士品牌嘅陀飛輪起步價通常都要6位數字，就算係普通嘅2線品牌都要5、6萬以上。但係今日要介紹呢隻中國上海陀飛輪，官網定價係39,800蚊，但係今日我哋攞到嘅超筍價，只需要14,800蚊呢就可以帶走。即係話而家係用一隻入門級大路機械錶嘅價錢，就可以買到而家手錶界嘅1級方程式陀飛輪。呢款錶係用緊上海自家生產嘅 F82Z 同族陀飛輪機芯。6時位嘅擒縱系統不斷轉動，抵消地心吸力，準確度極高，而且視覺效果一流。而且呢隻仲係全自動上鏈，唔需要好似以前啲舊款陀飛輪咁，日日要手動上鏈。呢款戴上手就自動識得儲鏈。手錶直徑係41mm，有2款顏色選擇，分別係玫瑰金鋼嘅白面，錶盤上面有細膩嘅立體玫瑰紋理。配上12顆爪雙級鋯鑽，夠晒貴氣。錶面同埋錶底都係用咗人工合成藍寶石玻璃，唔怕刮花。襯埋呢條做咗玫瑰金色蝴蝶錶扣嘅真正鱷魚皮錶帶，反轉錶底都會俾佢驚豔到。佢嘅錶陀同埋零件都做咗一圈圈嘅高級打磨。透過呢個透視底，仲可以睇埋佢嘅藍鋼螺絲同埋機芯律動，成件藝術品咁。除咗玫瑰金，仲有呢隻銀鋼嘅白面配飾。呢隻嘅錶盤係做咗立體嘅格仔紋，襯翻2支藍鋼嘅時分針，直徑都係41mm，厚度就係14mm。呢款手錶都帶有50米嘅防水功能，帶住嚟洗手落雨都冇問題。大家可以諗下，今次只需要1萬零蚊就可以入手到呢隻原價39,800蚊嘅高工藝上海陀飛輪。呢批貨係買一隻少一隻，純粹係想推廣下國產錶嘅實力。如果你一直想入一隻陀飛輪收藏，但係又唔想跌10幾萬落去，咁今次呢隻上海陀飛輪就係你入手嘅好時機啦。